主要有就是看到那种竹签呐，就竹签如果说鱼吃到啊，那一定是会死掉的。啊，或者是塑胶袋，那塑胶袋的话也没办法消化，这个就对环境会造成。还有保利龙，对，这一些比较常见的。我目前海洋废弃物最大宗的就是当然就是蚵棚了那蚵棚它就是一个竹材竹子去架构的再来就是它的浮具浮具的量也不少，主要也是保利龙，再来就是我们的渔网。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蚵棚的一个管理机制我们目前有一些措施了像总量管制，就每一位蚵农他养的数量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就核定了那这个总量管制它就不能超过我们核定它的数量那再来就是说它要申报这个申报制度就是它每一年都要向渔会来做一个申报，它养殖的一个棚数那就要做申报。那申报以后，我们后续就会做一个管控。等它养殖完成，它回收的棚数要一样。如果它有少，那一棚就要花3000块。目前大概就是有做再利用的部分有做我们有机肥燃料或者是一些一般的一些肥料。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都做了非常的都很健全那另外我们在这2、3年也跟龙崎这个农会，因为龙崎农会它本身就是我们黑竹炭的一个特产的一个农会所以由他们原有的设备它的窑去做我们这些我们所谓的海竹炭。就是利用废弃科架，那我们就是研发出了一些海竹炭的系列商品。那其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海竹炭的竹醋液，那它这个利用在我们的吸附异味像是我们的厕所，或是说是我们有人在抽烟的话，它都可以有除臭的功能。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海竹炭的除臭包，我们可以放在衣柜鞋柜它是一个环保，然后可以重复利用，拿去晒太阳都可以重复的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对于海洋垃圾其实坦白讲，各国也都非常的在意，尤其对了让我们这个地球环境更好。我们台南市从2021年9月开始追踪我们台南市的海废的一个清理，当年度到去年2022年已经清理了将近3000多吨，到今年已经清理了将近5000吨那所以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做，也希望说让我们的环境更好。那我也希望说这种东西最好是大家不要丢垃圾嘛，不要丢海洋，不要把垃圾随便丢弃在海洋中这是最好的，免得可能你丢1公斤垃圾，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清理掉。所以呢，因此希望大家最好还是把垃圾带回家丢到正常的地方，不要再丢到海洋里，不要污染我们的海洋。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日前伫讲到新北市治安的时阵，有去讲到台南市才是买大班。这件代志，予议员陈鸿宇伫市政总质询，特别用新北市最近的治安问题，甲台南市来比，希望借此澄清。市长恩惠提嘛表示，莫因为选举着急，就攻击别人。台南市议员陈黄瑜以日前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伫面对治安的问题时，讲到台南甲高雄是治安的末端班，到底台南是毋是治安的末端班？伫市政总质询，嘛特别提出甲警察局长来探讨。议员以今年的枪击案，甲新北市来比较。台南市对1月到5月总共5件，不过新北市伫短个半月就有6件。质疑到底谁才是治安的末端班？对此市长嘛回应，伊会用的理解可能是选举急才乱攻击别人。他说我们的台南市的治安不好，
我们是属于末段班。那我现在有这个机会，让你跟我们所有的市民讲一下，我们是末段班吗？我想这个是每一人的观感了哈，但是以我来看呢哈，我认为我们台南市现在是6都治安最好的城市。从我来之后，我们在2月25号将这个88枪击案侦破，从大陆将孔祥志跟那个洪振军抓回来啊。另外在3月22号。又将安平一个专门在走私枪械的老大，陈建林从菲律宾押回来，在我们发生的一些重大刑案都立即侦破，整个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好感度提升非常多。或者选情下滑的时候，他会心里比较急，但是要选举的人碰到这个心里比较急的话，就拿出来来攻击别人，不是很好。尤其要选举的人，现在在选的是这个。全国最高的，这个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那所以说这个这样子来艺秀吧，这样子来唱衰别人。先是说我们台南人没有眼睛，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台南治安是不好。当然，这是我们公共政策，包括治安、交通，这是可以受公平。那我们要拿出客观的数据 ，before after。改进的这个路，给大家看。除了关心治安，另外议员也关心交通的问题。议员以最近会看同学步道的时，虽然行人的安全真重要，不过伫个路口退缩甲交通标线的位置，因为15公分宽的路边边线以外是禁止行车，不过路边边线以外跨度却有一个车道的路跨，容易造成行车人员的错乱。对此，交通局嘛回应，应该是标线错误，会来重新检讨。台南新闻联跟张硕维采访报道。立法院26号三读修正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明定曾经犯过组织犯罪、仿制条例等罪，被有罪判决确定者，终身袂当参选。议员郭清华感受真深，伫个市政总咨询表示，后任袂搁再参选。伊强调尊重中央的决定，但是并无对不起选民甲民进党。因为立法院排黑条款修正通过，台南市议员郭清华上午的市政总咨询，首先向着选民深深来一鞠躬，表示因为排黑条款，后一任袂搁再来参选。伊个人表示尊重中央的决定，不过绝对无对不起选民甲民进党。对此，市长嘛回应，议员连任6届，所有的市民拢看会到。立法院三读通过这个排黑条款本色咧这个少年较浅想，有去做唔对代志所以咧伫这回议员的任内做了袂当搁竞选连任我伫遮咧嘛要甲台南市安南区咧的乡亲长辈时代咧来讲一个多谢因为咧有恁的支持甲帮忙甲斗骹手清华较会当安尼顺利伫台南市做6遍的议员伫遮一鞠躬。甲所有咧支持甲听从的乡亲咧，来表示12万分的感谢。议员，你这25年来6届会努力，大家市民拢看得到。议员20当来对苦添财时代推动教训重话，到现在看到文中、文小甲幼儿园的设立，未来2期的校舍，市府还阁有3.8亿的预算。以及安南区专门运动馆的设立，台61线专门溪跨海大桥等重大的建设，未来伊嘛将督促一步一步来完成，互整个安南区会用哪来哪发展。台南新闻联跟张硕维采访报道。自细汉伫个渔村大汉，曾经担任市长恩惠体的秘书甲小编的新科议员林依婷，伫个市政总咨询主要关心渔民的生活。伊表示，渔民甲农民同款拢是看天食饭，毋过比较起来，市府对农产行销大过渔产。
尤其是渔民，因为看天食饭，对渔民的生产器具甲财产的保护，希望市府会当加尽一份心力。面对气候甲进口的威胁，议员林依婷伊伫鹅农去年甲今年新鲜蚵仔的产量比较，去年一天的产量大约是80斤，毋过伫咧今年4月份的统计，鹅农一礼拜才进出20斤，相差120倍。尤其伫咧风台的季节，市府应该建立风台的配套，互鹅农会用提早拖入内海来劈浪。每一冬爱伫咧风台期、伫咧静养期之前，甲因的摆啊，对外海拖入来内海，甲因的蚵仔来收成。咱去年就安尼做啊？是，咱有安尼做，但是呢，咱并无一个例行性安尼做，咱变成这的科农。他们必须要每年去想办法找人找解方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因若是要顺利甲因的病啊对外海拖转来，他们的蚵棚在外海也袂堪咪用安尼拍的话，因的病啊因的损失，甚至这些病啊被打碎之后，还破坏了海洋的环境。对于您提到科农的诉求，我们会尽快来处理，而且这个是合情合法又合理。为了照顾农渔民，议员除了要求市府伫咧行销农产品的时，对着渔产的部分嘛应该一视同仁。另外，伫渔民财产的部分，虽然海洋渔业资源是共享，不过议员嘛时常接到渔民的တင်情，因为无同的渔具产生的冲突，伫咧渔港所的人员配置不足的状况，却放任渔民甲鹅农的对立。议员表示，市府是一体，如果现有的人力不足，农业局或者是发展单位嘛应该来支援。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由台南市文化局委托经营的林百货，今年热天将增进台北101开快闪店。林百货特别举办行政记者会，除了公布限定的商品以外，嘛要邀请全台各地好朋友做伙去台北101品尝台南的好滋味。林百货是台南人俗称的古早老仔，是在地历史文化的代表，也是国际观光客来台湾一定爱来的所在。这次结合一个台南老店推出限定商品，前往台北101开设快闪店。我们卖的是台南关庙出产帮林百货生产的林百货凤梨酥。那我们也卖台南关庙帮林百货生产的林百货果干。那我们也卖台南老店就来帮林百货生产的林百货碰饼。那我们也卖联德堂台南的老店排队名店帮林百货生产的林百货的煎饼。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林百货还开发了很多自有的这个所谓的文创商品。那我们也会带到我们的台北101。为6月到8月底，展期为期3个月。台南市长柯伟提表示，希望这个活动找到台南在地的文化创意设计，连接跨时代相关的建筑，到台北101，让世界看见台南。对于前进101，我们内心是充满了兴奋和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101台湾最高档的，以及最厉害的消费者，以及最优质的很多的好朋友，他们都能看得到台南的美，看到了林百货所代表着我们台南的文化底蕴。林百货伫2014年重新开幕了后，到达已经9档，后续有一连串的庆祝活动，包含限定赠品以及展览，带大家回顾这9档精彩的文化之路。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中嘉宽频长期推动媒体识读教育，不止深入社区举办课程，也甲台师大合作设计导游。1号上午，台师大团队就来到台南的德光中学办理媒体素养教学，用导游的方式，和学校的老师一边算一边学，加强媒体素养的能力。
中嘉宽屏与台师大合作，来到台南市德光中学举办媒体素养教学活动。当中除了媒体识读课程，更将一款媒体素养桌游《标新立异》带入校园，向学校老师做推广。今天的桌游主要是跟师大跟中嘉数位集团、台南的双子星。一起合作的桌游，然后我们来这边推广。然后它的桌游名字叫标新立异，主要是说，你可以透过下标题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些新闻的资讯来做一些下标题，然后还有新闻查核的一个桌游这样子。那我们会透过下标题的过程来学习说，记者跟查核记者是怎么样来学习使用数位工具，还有资讯来做一些查核的事情的。高中端有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素养的教学，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哦。尤其是现在我们台湾只面临到这些假讯息也好，或者是相关的这种比较这种怪怪的新闻，都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呢。有这种高中啊、国中教育啊，甚至是有这种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对我们大学教授、大学端来讲，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合作，而且是一个会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的机会。借由桌游互动，让老师们更好理解媒体素养，未来也能规划相关的课程，将正确的媒体素养观念带到课堂当中，提升学生的媒体素养能力。其实这个桌游提供了很多的新闻的但是里面没有很多的讯息，那依照我们每一个人的 sense， 然后去判断但它也会有些提醒。那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去看到现在的媒体里面有可能会出现的状况那这些状况其实我们每天的新闻、每天的报纸、每天的网络上其实都会出现，所以那个对这些新闻的 sense， 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学很好用的一个媒材。去年中嘉宽屏与台师大就曾经合作推出假新闻查核以及媒体禁用权这2套桌游主题，更举办过世界咖啡馆、工作坊等等，为台湾推动媒体素养教育而努力，希望让社会大众借由游戏能够真正学习到媒体素养。记者杨胜怀台南采访报道。滑步车是非常适合2岁到6岁小朋友佚佗的运动，因为会当锻炼囡仔平衡感甲协调性。高雄市运动发展局特别举办免费的滑步车体验，要让无算过滑步车的小朋友，也会当伫教练的指导之下轻松上路。OK， 等一下听到 B。小朋友每人骑着一台滑步车，先看教练指导骑滑步车的技巧，接着就进入赛道上试滑一小段。爸妈都在场边拍照为小朋友加油，但也担心小朋友会跌倒受伤。只是爸妈有时候会说不要跌倒，不要跌倒，其实他们根本不会跌倒。对，而且因为他跌倒好像重心没那么高，所以摔下去也还好。但就是有穿护具跟那个长袖长裤跟安全帽这样子。一开始会稍微比较害怕了。但是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车子的玩具很多，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可能有骑一些不会摔倒的车子，所以他上手上我觉得不会太难了。我觉得 push bike 还算蛮好上手的一个运动。体验滑步车时，教练就要求小朋友要穿戴安全装备，小朋友也可以视自己的能力状况，慢慢学习骑滑步车的技巧。进阶一点，有一种全罩式的安全帽，它可以保护我们小朋友的下巴，这个是可以选择的装备。那当然护膝跟护肘，甚至是手套，这个都是不可少。在摔倒的时候，其实都可以保护小朋友不要受到额外太严重的伤害，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年纪就是多尝试啦，然后主要我觉得比较看重它的协调性，然后还有可能各种运动中去涉略，可以去发展一些小肢体啊、小肌肉、大肌肉都有发展到这样子。滑步车这项运动其实很适合2到6岁的小朋友学习，可以锻炼小朋友的平衡感和全身协调性，借由不同的地形设计玩法和玩伴，从运动中找到乐趣和成就感，成为养成运动习惯的敲门砖。这个宝业里的那个志宏池那边也有一些滑步的那个，它就有一些就是上下的起伏，那这个都是可以训练孩子在他的统合感觉上面去体验各种不同的道路上面的一些困难，那有助于他在未来在学骑脚踏车的时候，就更快速的能够进入平衡感的这种掌握。
2岁的小朋友基本上他只要是因为器材的一些限制，其实他只要在100公分，甚至有一些车种可能80公分左右，他只要踩到地板就可以开始来慢慢做滑步车的这项运动。为了让全民运动向下扎根，高雄市运发局规划5场次的城市滑步车巡回赛，希望家长鼓励小朋友勇敢尝试，快快学习，之后就能够享受在赛道上奔驰的乐趣。我们了解到说，其实每一个赛道应该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的这些困难还有特色。那我们也希望让这个在高雄的这几场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存在啊。家长大家也能够在利用假日带着孩子到处走走。小朋友在学会走路和跑步之后，也会开始尝试不同的运动。只要在专业的教练指导下学习滑步车，并且穿戴好安全装备，就能够勇敢滑出第一步。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左营龙华市场内面有一间素食仔店。头家曾经是知名饭店的日本料理师傅，坚持所有用料拢爱是高水准，而且佮研究提出5年素食啊，无论是外观也是口味，拢非常的新奇有特色。左营龙华市场是许多人日常觅食的地方，一间隐身在其中的寿司店，外观看起来相当普通，但卖的却不是随处可见的寿司。老板玩出了全新的创意，用芋泥取代寿司饭，让许多芋头爱好者都食指大动。芋泥要吃起来的话，我是希望说就是它蛮清爽的感觉，就是不会说好像很黏牙。芋泥部分你放那种加工类食品。太多的话会反而是说去影响到它芋泥的部分，口感上啊，我是希望说就是吃的大家吃的是清爽的，然后比较没那么黏，加一些就是黄金比例，就是我把它调到一个适当的甜度啊，因为你太甜的话它也不 OK， 因为现在太甜的话，其实说真的，有些人他在健康上还是会注重。从厨房的助手做起，老板学习制作日本料理的过程长达10几年。从知名饭店的日料师傅到自己出来开店，他保持谦逊的态度，坚持寿司的品质，一切都得是高标准。觉得说已经做了10几年的日本料理，然后我会想说，那不然就尝试看看，先从一个市场先做看看，然后给大家去评估说我的技术性到哪里，然后好不好吃。如果说可能回客率太少的话，我会觉得说那可能是无问题，那我是不是要改进？可能我的功夫还不到那边但是如果说我听到说客人说好吃的话，那我会觉得说可能是我有去认同我的技术性上，那我会再去一次就是慢慢的去进步这样，就是为了说，其实做吃这个行业其实不是说单纯就是我做这样就出来就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时代会改变，那我们做出来料理的话也要改变，因为客人会觉得说我每次来这边然后就吃这样东西而已，然后就太单纯，因为我主要都是做以传统的料为主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可能说我的料就这样子而已，可是我就是主要是有一些精髓都已经在寿司里面。芋泥寿司是这里的招牌之一，清爽绵密的芋头馅包裹着清脆的小黄瓜、玉米笋，老板甚至加入了乳酪，让芋泥寿司的味道再升级。奶油起司是因为搭配那个芋泥的话，它比较有那个味道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芋头，然后搭配牛奶的话是非常好的口感。老板另外还有一项拿手绝活，就是鲑鱼寿司。选用挪威鲑鱼，加上他独家调制，耗时10多个小时才完成的酱汁，吃进嘴里都是鲜甜的味道。这一家的老板为什么我会来订？是一很干净，第二点他很用心在做他的食材，然后让人家很信赖。你光是他的芋头啊，像这个紫米这个东西都好好吃，很绵密。我是这边的常客。对我只要要订什么，我一定来订。即便身在市场中的小摊位，老板也从不因此降低对于寿司的标准，秉持着职人精神，研发新口味，坚持味道的水准，用创意和实力得到越来越多客人的青睐。记者肖逸轩、李凡飞高雄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